先生、小姐，你哋好，請問外盤乜嘅業務係麼？我到外先場提示天本，請問上相？我想裝。莊先生你好，請坐。請問先場嘅用途係？我到外盤裡弄補嘅生肉結副先場，需要複習天本，留家寶弄提嘅提示天本。呢篇有2筆資料。係外先場嚟找提團嘅天本咯，呢度係用嚟筆農業用地去參加農保。我哋冇結確定，請問係咪做得2筆強下先場？好，2隻強下先場。請問莊先生，你係所有權人麼？冇錯，我係所有權人。然後留身份證請本我留資料登落去，請等一下。成日都結題了啊！滿月了哦！恭喜！按用日中20個元，總共40個元，也係數據。什麼？什麼？順行哦！